嚟到2026年第8條呢一度咧，佢就講到 g(x) 咧就會係比 x 減4 divisible。今次咧就想知道當佢比 x 加4除嘅時候，個 remainder 會幾多？咁同咧就必定要留意住呢一啲正負4啊。咁其實咧佢係一個大嘅牽值嚟㗎。我哋就先處理翻橙色，亦即係講到 divisible 嗰度。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講得到咧，而家呢個 g4就會係等同於0。因此咧，我哋就將 x 咧就代翻做4啦，咁就變相 h 再乘翻4嘅3次，再加翻2，再乘翻呢個4嘅 square， 然之後咧就再加 4k 減5，咁就會係等同於0。喺呢一度咧，我就先叫佢作為第一條式。喺之後亦都處理埋綠色嘅部分。當 g(x) 比 x 加4除嘅時候，咁我哋咧就會個 remainder 可以寫得到做 g 嘅負4。咁我今次咧就直接用大加 R 去代表翻。咁所以變相 h 再乘翻呢個咧就會係負4 cube， 然之後就再加翻2，再乘翻呢個負4嘅 square， 減 4k 減5咧就會係等同於 R。咁我哋今次就叫佢作為第2條式。留意翻對於第1以及第2條式，以下呢兩個 term 加埋就會等同於0。同一時間以下呢兩個 term 加埋咧都會等同於0㗎。咁我哋今次做嘅咧就係1式再加翻呢個2式。留意翻右手邊咧相加完咧就會係等同於呢個 R， 因為我哋右手邊呢一度咧就係0再加 R 啦。咁你左手邊呢一度2乘4 square 減5。就會係27，然之後咧就再加翻同樣地負4嘅 square 咧就會係正16啦，2乘16減5咧都會係27㗎。咁所以我哋最終咧就計得到 R， 亦即係我哋想揾嘅 remainder 就會係等同於54。咁因此呢一條答案咧就自然會等同於 D 啊。